好，而家介紹翻京東用嘅雙重門 control，兼且咧佢又要兩個密碼咧先入得去第二道門嘅做法。咁就呢個唔需要多講啦。咁啊用開嘅雙重門 Power Supply 和興嘅，咁啊照駁佢啫。咁就 A、B 就兩個呢個開門掣。咁我而家 short 1號門掣就開啦，1號門閂翻就 short 呢個2號門掣，就咁簡單。咁呢個 sensor 咧就用嗰個 locking solution 嗰個 sensor，咁個 locking solution 嗰度有 sensor 嘅，short 住嘅啫，斷開就開門，等住嗰個磁掣啫。咁呢一 part 就冇乜特別。咁要解釋咧就係呢一 part 咩嚟嘅咧？呢一組 timer 咧就行緊第一次密碼，因為佢兩個密碼啊嘛。第一個密碼行30秒嘅，因為我而家試咧費事等咁耐啦，咁就搞咗10秒，一陣間我改翻，咁就撳咗第一個密碼，30秒內就要入第二個密碼。如果第二個密碼30秒內入唔到嘅話咧，佢就會響防盜。嗰個最終結果效果就要咁樣做。咁而家我先呢個咧就係 output 1，即係話嗰個 keypad 嗰度咧有兩個 output 㗎。1號密碼就 output 1，咁樣試。觸發咗第一個密碼行緊30秒內，如果唔撳第二個密碼就會響防盜。咁防盜就靠呢粒燈咧，我駁咗12W燈嘅啫。咁佢着燈係啦。咁響幾耐咧？我就 set 咗10秒嘅。因為佢哋暫時都冇講話點樣 reset，咁我由得佢個自動 reset 係啦。咁啊，暫時係咁樣處理，嗰個效果就係咁樣。咁如果而家我再試呢個1號 password 入咗，行緊，咁我2號 password 咧就有啦，翻到嚟啦。2號 password 翻咗嚟。咁我一 password 翻嚟之後咧，呢個其實就我 reset 咗呢個 timer，咁佢就唔會着呢個防盜啦。個效果就係咁樣。咁啊，基本上播好晒。咁而家咧做嘅就係話將呢一個 output 2同埋 output 1嘅 output 2同 output 1呢兩對 contact 咧，接翻落嗰個 keypad 嗰個等嗰度，咁就搞掂啦。咁啊，通埋嗰個 keypad 嗰個電腦咧就可以改密碼，咁啊完成。